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日施行秋冬到案8大类场所拢爱挂水案，入境也爱3天内的体检报告。另外在今日增加4站代表入境病例。台湾第8认证票将伫今日开始使用，来申请的店家无遐济，希望1个月后会当再增加1万件。中油伫非洲所开采石油运回来95万桶，也再去举行典礼，代表台湾企业加入石油开采事业。讲到秋冬防疫专案，对今日开始施行，伫政府所规定的8大类场所内面，拢爱挂水暗，若准唔听可能者上悬会当罚到15000块。新北市长侯友宜伫今仔早起就随到去到邦桥的车头视察，高雄市卫生局也去到大卖场宣导，呼吁民众着爱守规矩。真大的宣导标示，就搭伫咧代替高铁捷运阿个公车站外口的出入口。上班上课的时间人是特别多，若是发现有民众无挂水啊，入来车头，嘛有工作人员随提醒。秋冬防疫专案正式启动，若是近日医疗照护、大众运输、生活消费，阿个教育学习等等的8大场所，拢需要挂水安。前阵子其实真的比较宽松了一点的，但是现在要突然变得比较严格，就有一点不习惯。本来就平常就有在戴，就比较没有什么影响。除了宣导的标示牌，搁车头的红外线热显相仪嘛，继续伫咧监测旅客的体温。若是机方监测到体温无正常，地方闸来进行复检。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来邦桥车头进行视察防疫措施，而且嘛表示，若是有民众可能无要听，一定会严格执法。从4月13号在大众运输，我们也就要求这样的做法。那我们越来会越严格的去执行，我们在防疫把它做到位，保护国人健康才是地方跟中央大家要齐头并进的最重要的工作。若是秋冬嘛是疫情较高团的季节，高雄市卫生局嘛唔敢放令，早起就来大卖场做宣导，会当看到卖场内底试食已经取消，这位区嘛拢有放透明的假棒，民众嘛拢真配合。心肺的疾病和传染性的疾病，也是在冬天的时候量会增加，所以在12月1号也配合中央的政策，进行秋冬冬天的专案，整天都带着了，习惯就好了。卫生局强调讲，12月份正式进入寒天，为着预防新冠肺炎，而且互医疗能力会当得到保障，一定会全力配合指挥中心的秋冬专案。若是可能无要听，相关会当处罚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在今仔日，国内增加4站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1位是对英国染病，所以坐飞机返来台湾民众。面对着这款的行为，恐惊就要罚钱。另外，秋冬专案对今仔开始施行，也规定讲上飞机进前就要提供3天以内武汉肺炎体检阴性的证明。目前入境旅客拢照规矩来，无人违规。国内个新增加4例境外移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来自菲律宾、印尼、英国加白俄罗斯。其中第679例是本国籍30外岁男性，长期在英国工作。10月2日出现全身癣癣流鼻水症情形，因为症状无改善，而被伫英国确诊。自我隔离10天，隔离期间出现鼻毛，隔离期满了后症状转好，28回来台湾入境时无症状，主动告知捌确诊，在机场采检。伊确诊，这已经是连续2天出现有台湾人伫国外确诊，医院坐飞机登来台湾，会做调查和处罚。不符合我目前就是说他在发病到登机要超过2个月，发病日已达10天，且取得2次呼吸道检体的阴性证明啊，所以这个部分会再做调查，然后依传染防治法来处置。新冠肺炎疫情伫国外愈来愈厉害，12月开始来台湾无核酸检测报告，免进飞机。第一天的首班飞机是早起8点外到台湾的菲律宾航空，机顶有10名旅客，2名待机，8名飞机，拢会检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没有检查不能搭飞机啊，要去检查，然后各2-3天再出来啊。另外一班为韩国人川起飞大韩航空，伫10点半到台湾，乘客41人，无论大人囡仔，拢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国家指定的一些医院可以检查，但是要自己付钱。我去的地方是3000多。
指挥中心表示，为促法国做源头管制，除非紧急状况，比如奔丧，为无法度自费体检国家来，或者是经过指挥中心同意等特殊的情形，免附证明到台湾各自费采检。车载起入境旅客150人，5个航班全部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还是有取得这个报告困难的，那么就可能就是请这个旅客呢，必须要有具体的事由填写切结了之后，然后入境。因为部分国家病毒采检绩效较悬，指挥中心表示，无鼓励卫生局无伫当地审查，确实因卫生局无伫当地做病毒采检，也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东北季风算算叫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气象局伫暗头仔对新北市、台北、嘉南、宜兰、花莲发布大水雨特报，而且这几天的大雨也害宜兰地区的苏花公路出现崩裂的情形。好佳在是无人受伤，苏花公路目前也正在修理当中。连续几日港落大雨，边坡的石头规个崩落来。初一下晡点外，民众发现宜兰圆山往福山石门园的大气电线，差不多5公里的所在。有袂少的石头崩落来，影响到交通。目前公路总局当伫修理当中。另外，下晡点半的时阵，苏花公路台九电线38.4公里武塔路的所在，嘛传出灾情。上北的车路破一孔真大孔，加在无人受伤。目前警方已经有封锁线，而且派人去做交通的管制，暂时维持一个车路通好通行。目前我们已经配合南澳公路段实施单线双向的管制，并在现场为封锁线那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驾驶。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宜兰这几天一直落大雨。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到下晡3点半为止，全台湾一天累积的雨量排名前5名，拢伫宜兰县，尤其是宜兰东山乡的新寮测站，也有东山测站，累积的雨量拢超过180厘米，也若苏澳嘛达到166厘米。另外，气象局要搁针对台北、新北、嘉南、宜兰，还有花莲等5个县市发布豪雨特报、甲大雨的特报。从基隆北海岸地区、东半部地区直到恒春半岛，都还是会比较会下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地区、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整天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雨落多，翡翠水库管理局表示，翡翠水库伫初一暗时6点进行调节性的排水，提醒伫水库水尾的所在，警政、消防、防灾相关单位，也有施工的单位，爱加强戒备，而且甲应变措施做好。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去到立法院接受总质询，国民党这回是改用战连权的方式轮流上台质询美国第8议题。另外，国民党也讲行政院有派员警伫会议室外口偷听因开会。内政部长徐国勇也驳回讲，员警绝对无偷听，是因为落雨因才会徛入去走廊。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一处到立法院进行总质询，为了防止国民党团购出招，苏院长提早到立法院取消媒体联访，伫民进党立委协助下顺利上台备询。国民党立委是改变进前武道的态度，采用文攻策略，针对内底的问题大声质询苏贞昌。我没有你拜托，还是拜托你，错了，委员你忘记，拜托你，拜托你，拜托你啦！不要再欺骗民众说可以分辨、可以选择。委员，你不要用这种用语。我用什么用语？我告诉你有没有办法分辨？欺骗，这种都是这种。你就是欺骗。养猪产业受到冲击。你看哪一家？所以，你看哪一家？他们叫我不能说啊！你就是这样。议长来就台湾猪农是不是支持开放内地互相争论？民团也邀请婚姻猪农到立法院开记者会，批评行政院提出的5大管制内地进口措施根本无效。你安全的限量内可能无问题，是安怎要用可能？你咧无爱讲绝对无问题。调也除了持续内地攻防，哪位也阁指控行政院派人监视拿赢的党团大会，拿当场拿查对峙，对方也表明是行政院警官队人员。他一开始说要保护委员的安全，警官队要来保护我们的安全，然后他在那边听，我们一开门之后他还通报，就用电话通报说我们开完了。那就是去监视我们嘛。因为下雨，所以那个便衣的岗哨是在那个走廊。事实上，那个警政署是跟我讲说，他们离那个还是有点距离，所以不可能去偷听。内政部长徐国勇澄清，苏院长到议会时阵本来就会伫各点派驻警力，因为落雨才会致使便衣刷位。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农委会所推动的台湾地证明标章，在今下晡开始使用，目前有5800多间业者来申请，已经发出去1000多张啊。申请的数量无本地所想的遐济，农委会也希望讲14月会再增加1万间的点击。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中央特产会董事长林崇贤，同齐来到摩斯汉堡的创始店，甲东莞餐饮集团会长欧茂雄，同齐在用台湾底产品，坐落来到店门口，打国内第一张通过审核的台湾底证明标章。主委陈吉仲表示，使用国产猪肉北来才会当摕到这个标章。若是小食摊用本土猪肉做卤肉饭，素心汤用的确实进口小肠都无法度发挥标章。我们到任何的传统小吃里面，它的猪肝、猪心、猪肺、猪肾等，那一定要用国产的猪才能标示这个猪的这个标章，所以几乎涵盖了99%以上。也毋过之前讲过，爱100%使用台湾猪才会当打标章，若无要以表示不实，相当罚10万。今麦敢有放宽？特产会董事长林崇贤解释，因前所使用的肠衣是用猪仔的小肠，国内供应不足，多数靠进口，需要考虑实际状况，所以使用国产猪，也毋过毋是国产肠衣的因前又会当申请标章。现在都是欧洲进口的，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替代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去解决说。让台湾的这个肠衣来满足，我们又不够，那是绝对不够的。所以只有肠衣吗？还有其他的吗？没有其他。台湾猪标章第一阶段申请，农委会估计大约有12万间有商业也是细节登记的餐饮业者，也毋过到7月只有5800多件申请，只占无到5%，申请并无踊跃。农委会乐观预期，到今年底申请案会当达到15000件。目前特产会已经正式核发1000多张的标章，并且陆续寄出，民众会当透过台湾猪证明标章 GIS 图台查询有大的餐饮店。记者综合报道。电油公司伫非洲挖到石油啊，也甲第一船的原油拢总有95万桶运登来到台湾。今早起是伫高雄大拿炼油厂码头举办典礼，也代表着咱台湾的企业正式加入石油开采事业。第一船原油船有再拄查得转来的95万桶油，今年10月份拄科麦龙港口出发，11月底到高雄大拿炼油厂码头，7月早起中油举办公开典礼，予台湾人见证中油海外探勘原油的重大进展。查得矿区是中油第一个以国际矿区经营者的身份来进行油气探勘，一步是单40吨。今天我们发现这个奥瑞油田，今天我们把这个95万桶原油运回来，我们的感觉就像是呵护的一颗珍珠，看它回来，它是小小的，但是很珍贵。离台湾1万公里外的非洲查德矿区，头起先的采探唔是真顺利。台湾中油到2003年开始，甲查德政府直接开始油气占领矿区探勘的工作，结果断交、战乱、恐怖攻击，搁伫3年后甲查德石油部签约，摕到3个矿区的探勘专属权。总算伫2011年发现几个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油田。2017年，欧水油田得到开发的生产许可，由台湾中油担任矿区经营人来进行开发甲生产。总算今年才正式生产第一桶油。查德所产的油，它本身是低硫的原油，非常适合来生产低硫的燃料油，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需要。未来呢，还会是整个国内的需求，还有国际的情势呢，做一个弹性的调整跟调度。第一批运登的原油要安怎使用？中油表示。目前矿区每天超生产原油5500桶，其中中油每天会当分到2000多桶，海运时间超1个月。若是会当伫当地用同款的价格来买，利润是真好。若是台湾，但你嘛必须爱拄社会来买加流油，所以原油要安怎使用，也搁爱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立委苏振清因为乌西案件去互收押，伊的太太在今仔日搁再出面，认定检调单位是甲录音档改造过，也无照司法程序伫咧行。苏振清所委托的律师也讲，为着要证明伊家己的清白，苏振清也要开始绝食抗议。话讲到伤心的所在，目屎全连落来。立委苏振清的牵手廖正宇搁一摆出面控诉讲，检方提供第二套精神的录音档，共款去互变造过，质疑检调单位放假消息，超工甲苏振清做乌。因若委任律师嘛转达苏振清的声明，伊决定为7月开始，伫看守所内底绝食抗议，要捍卫伊家己的清白。我先生对于司法程序正义的不公平，
而进行绝食，让我心如刀割，有百般的不舍。苏振清厝内的人，即期检调涉嫌造假的精神录音档。因若台北地检署是八回讲，可能因为侦查定的录音设备较旧，也佮有操作的问题，影响到录音的效果，好认是人为变造过。苏振清加入去搜购经营权的案件，去用指控讲涉嫌食钱超过2000万，案件发生到今，也是去互羁押。进前捌以心脏疾病的理由，申请介护就医，去互台北地方法院裁准，一天来回。即卖伊按算绝食抗议。台北看守所副所长林建昌表示，依法规会先甲伊劝导，若是劝导无效，唔食唔啉，引起性命的危险，就会由看守所内底医生来评估，敢是需要强制就医。这情况会送医来给予强制营养这样，他可能有吃打点滴啦，或是打营养剂啊、葡萄糖啊这些啊。英国嘛捌有政治人物因为涉入司法的案件，伫看守所内底绝食，包括前总统陈水扁、前婚姻馆长苏治芬，还有前家己馆长陈明文，三个人甚至因为绝食身体无爽快，去用强制就医。因若苏振清绝食的抗议会持续偌久，受到大家的关心。不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立委涉嫌食钱的案件，目前也无立委认罪。一礼拜会小连续3天开庭，到时嘛会提醒苏振清到庭审理，希望赶紧甲案情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有几间防疫旅馆，去防检区讲，旅馆所收的移工超过政府认定的数量。卫生局也表示讲，目前有2间旅馆超过34加24间房间是伫咧超收，另外有1间是政府无通过，会当做防疫旅馆进前就开始收移工做检疫。面对着这款违规行为，唔但爱罚钱，也会取消防疫旅馆的补助。全球疫情继续滚加，秋冬防疫专案为12月开始扩大实施。台南市议员接到陆续业者逼空，中西区2间防疫旅馆，除了核准的18间甲21间，设区加检疫房以外，想要趁钱，将村的房间拢交予移工中介业者，当做一般的移工宿舍。管理几灾，卫生几灾，我刚确认，因早就知，可是欺负这个为民意代表的官说压力。唔敢点准，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前线的说明进来吧。我们不会公共泄密，我们希望他洁身自爱。国民党议员质疑，做防疫大所在，检疫者大的钱，逐工用领2000块。以即摆被逼空2间旅馆来讲，空房数是24加34间，若是违法征收1个月应加赚144到204万。虽然管理局依照规定借出5万到25万以下的罚款，不过对业者来讲是无要无紧。这个疫情对规个台湾影响真大，袂使因为阮遮出一个小纰漏啊，袂使。哦，因为阮的安尼落只嘛是替政府分担，因根本因的检疫量能不足啊。未申请为防疫旅馆旅宿者，不得收居家检疫及居家隔离者，处3000到15000元，限期改善，未改善者按次罚之。管理局也表示，这2间旅馆确实计划将村的房间要做移工宿舍，不过核准案还未通过，扩大营业部分会花也靠防疫补助的钱，佮取消防疫旅馆的资格。面对国民党议员质疑包庇关税，这个进前民进党团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体育比赛无受到疫情影响 ，SBL 超级篮球联赛一礼拜六伫新庄的体育馆要举行。这回制度有改做讲，每一队敢若会当有1位外国球员，也有限制外国球员的身高袂当超过2.03公分。真侪教练表示讲，安尼规定会互台湾的球员有更较侪发挥的空间。多亏疫情，第17季赛事全部闭门拍 ，SBL 留在迎接第18季，因为富邦勇士走去拼那个研究退出改由球台科技接手，加上台比主动破远甲台前，总共5队的拼场。蛮谢谢我们就是防疫人员，让我们就是可以去就是比如说去彰化或是去高雄外地地区可以比赛，我觉得这方面对我们来讲就会非常的期待。提顶一季年度 MVP 顶真侪大奖，蒋永安新球季目标是搁摕 MVP 甲球队总冠军。总教练强调，团队球风时地形关键，也分享今年新洋将米勒结束14天隔离的训练情形。那不管是他的体能状况，或是肌耐力的状况，其实都不是来的那么好，本来是需要几天的训练来跟球队做这些。
台北的米勒、九台科技布兰登加坡园的托尔博，30已经测量过关，拢是199公分。上小组也是如龙洋将乔丹的竞赛克里斯马斯，因为黑人白头毛加1公分，也无法度顺利测量，爱伫测试剃光头补测。中国连扩大总经费，那洋将新冠限制，应该有随时营养的配套。可以有地方可以有这种服务性，就是你一来你就可以去量了，哦，那不行你就可以送回去了。这样不用等到大家到最后都开打啊，这样。第18回该回大象将，而且有203公分的新冠限制，各球团认为本土球员有更较侪发挥的机会。面对拼力的拼场，因讲台湾市场无大，分2联名，侪少有影响，甘愿以拍出更较好的成绩去面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期先咱来关心香港疫情。讲到香港的疫情是又搁再压起来咯，在今仔日增加82人确诊，其中有72人是本土病例，也有真侪病例是揣无感染源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未来2礼拜是疫情的关键时刻，呼吁民众唔通四界爬走。另外，因要设一个检举专线，若准有人违规组织，就会当敲电话甲因检举。香港第4波疫情12月初1号宣布新增加确诊82例，其中72例是本土个案，23例源头不明。确诊者当中包括英老院的职员，一家中學學生。確診個案啦，都包括有一啲學生啦，咁相關嘅學校咧都係需要停課。面對疫情佫拖開，香港政府宣布初日開始加強防疫措施，發布2人限聚令。香港迪士尼樂園甲海洋公園初日也暫時關起來。迪士尼佫開始疫情以來第3遍關園。特首林鄭月娥初日也表示，未來2禮拜是疫情變化關鍵期，呼籲市民應該盡量留伫厝誒。若做民眾發現有人違反規定，也當向政府所設立嘅相關熱線檢舉。特別係針對一啲喺私人遊艇裏邊係做一啲可能係違規嘅行為。喺水警嘅方面已經成立咗個新嘅熱線，任何市民睇到喺一啲碼頭啊或者登岸處有群組聚集係出海咧，請大家可以打呢個。另外，香港疫情原來有向外傳開嘅趨勢。深圳衛健委公布新增加一個移入嘅病例，是一個逐工往返深圳香港再運水果嘅香港籍貨車司機。第入境深圳體檢嘅時陣確診，目前佇深圳病院隔離治療。記者綜合報道。講到美國到家已經超過1300萬人感染，26萬人死亡。因為公共衛生專家Fauci就預測講，到末節假期可能會爆新嘅疫情出來，若陣聖誕節過來，恐驚是袂收煞。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網站嘅統計，全球疫情上界嚴重嘅美國，累計確診超過1354萬，有26萬8千多人死亡。感恩節假期結束啊，幾廿百萬嘅旅客要返去厝裡。國家國民傳染病研究院嘅主任福奇，甲人民冊執行長薩克伯格時訊嘅時陣，講疫情恐驚還會有新嘅一波。We're in a very precarious situation. When you look at the numbers, almost every day either breaks a record or ties a record of cases. To have a baseline of between 1 and 200,000 cases a day is extraordinary. 雖然喺假期之前，美國衛生專家都呼籲民眾愛踮喺厝裡，盡量莫甲親情50群組。不過，也是有120萬人坐飛機咧往回。福奇警告講，接落來會有一波感恩節相關嘅確診出現，加上聖誕節假期就要來啊，情形是無啥樂觀。There's something that we can do. We have it within our power to get ourselves through this until we ultimately get a vaccine, which would be, as we say, help is on the way, but it's not here yet. 面對疫情壓關，加州州長紐森表示，無排除會發布更加嚴格嘅居家命令。紐約州州長古莫是宣布緊急措施，避免醫療系統制載袂掉。This is a dynamic week. This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week in the history of this pandemic for this nation, not just this state. Today,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is going to initiate emergency hospital measures. Number one, every hospital has to identify retired nurses and doctors now. We're already experiencing staff shortages. 疫情拆散袂少幸福的家庭。德州一個5歲查甫囡仔雷登，因爸母伫4個月之前，因為小連續感染到新冠病毒不幸來死亡。即嘛是因阿嬷甲阿叔咧甲照顧。因為因老爸在生的時陣是一個駛卡車的司機，也若當地卡車俱樂部是送伊一個卡車的模型替伊慶祝生日。
另外，得州一个医师华龙，伫感恩节迄一天，顺时交互病房的时阵，安慰一个伤心流目屎阿伯。这画面扣一个摄影师翕落来了后传出去，是互人看了真心酸。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已经选调美国总统的拜登，伊的高阶团队30公布财经类股名单，就亲像外界所有的同款，甲前联准会主席耶伦提名做财政部长。另外，各地头的选举人票前期 Arizona 州甲康斯威辛州拢认定是拜登胜选，这两个所在拢总摕到21张的选举人票。川普开300万美金伫威斯康辛州针对2个郡进行验票，结果知影，选委会主席杰考布斯确认讲，拜登赢20600票。州长艾佛斯30签署文件，认证拜登是胜利者，得到威斯康辛10张选举人票。同一天，亚利桑那共和党籍州长杜西、民主党籍州务卿霍布斯加检察长布诺维奇、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布鲁提内尔也共同认证拜登是以10457票赢0.3%打败川普，得到亚利桑那11张选举人票。拜登将为1996年克林顿了后民主党赢得这个州的第2人。州务卿霍布斯也表示，这届大选是最近上安全的选举。Of those 3.42 million ballots cast, over 88% of them were cast early, which provides more proof that Arizona's ballot-by-mail system works. 亚利桑那州的结果确定，也确认民主党籍参议员候选人前泰国人马克凯利胜选，将代替共和党籍已故参议员麦肯尼奎。为参议少数党民主党摕到关键的一席，州长杜时表示会赶紧签署正式文件送到参议院，让凯利会当宣誓就职。川普一天内连续2败，去甲写文章批评亚利桑那的选举是彻底腐败，佮批评共职的州长杜时反背。拜登这边是继续布局类股，高阶团队30公布财经官员的名单，确认拜登要提名前联准会理事主席耶伦担任财政部长，并聘请奥巴马政府时代的国际经济资深顾问艾迪研磨做耶伦的副手。另外，佮提名美国进步中心智库主席谭登担任白宫预算局长，并提名经济学家劳斯来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川普总统上信赖的新冠病毒疫情顾问阿特拉斯，因为挂嘴无录用这个草案言论争论不断，伊初一伫130天任期伫要届满，当时也是全国疫情上严重的时阵提出施政。阿特拉斯伊是神经放射科医师，欠缺传染病的相关经验，防疫专业真受质疑。伊伫辞职会中感谢川普予伊的荣幸，也祝福伫要上任的总统当选人拜登政府一切顺利。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因为疫情关系，真侪人无爱伫外口拍拍走，连美国的电商平台也趁机会推出活动，这回的销售金额有机会超过美金127亿，叫做有史以来上悬金额的线顶买卖活动。不过，英国有一个卖服饰的团体阿卡迪亚都无遐好运路，转做线顶平台了后，却是了钱了甲破产。新冠肺炎疫情带动线顶买物件，美国欧式礼拜5的线顶销售额比去年增加2成。即马传出万国礼拜2销售额可能突破127亿美金。Cyber Monday is on pace to be a record-setting day for U.S. e-commerce. We expect today somewhere between $10.8 and $12.7 billion spent today alone. That represents somewhere between a 15 to 35% growth over last year's Cyber Monday. 分析师指出，消费龙头拢加入促销行列，以对抗亚马逊更较长的促销季，疫情影响民众转向网络消费，这也致使实体门市出现营业困难。就算用8折优惠，不过店内买的人也是有完无济。英国服装品牌塔布夏普的母公司阿卡迪亚30无预警发出公告，宣布确认破产，成了一波。疫情之下，英国上大宗公司倒店案。Bad times for everyone, really, isn't it? Sad, very sad times, I think, at the moment. 阿卡迪亚集团由英国好业生理人菲利普个人持有，旗下有几个服装品牌，伫英国有444间门市甲海外22间的商店，占据伦敦高级商业区，有高价之王的丰富。即马宣告破产，也代表1.3万名员工可能面临资遣。What he didn't grasp when he needed to was the rise of online and e-commerce as we know it now. And so the investments weren't made in the e-commerce operation that he had. And that was really a large part of the downfall that we're now seeing today.
分析师指出，早伫2013年阿卡迪亚就已经出现营收衰退，不过阿卡迪亚无法度由线卡转为线顶消费，是上大影响，因为防疫检测政策，地区服装店被归类伫非必要商店，需要关门，这也使得营收大部分是靠实体销售的品牌，获利大减少。阿卡迪亚集团目前已经进入破产阶段，英国运动服装消费业者艾希利的佛瑞赛斯集团传出有意提供5000万英镑，大约新台币在交易贷款协助渡过难关。阿卡迪亚已经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接管，目前将继续营运，还未传出裁员的消息。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对12月初4开始，印尼移工暂时袂当入境台湾2礼拜。面对着移工的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初步清点大约有欠300-400人，也会安排对策，也会协助企业界。另外，劳动部长柯明俊也表示，讲会协助留伫台湾的移工找找需求者，若准有必要，也会延长移工留伫台湾的时间。最近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增加，尤其以印尼确诊人数上济。顶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自12月初4起，暂缓引进印尼移工2礼拜，预估对其影响大约1350名移工。针对家庭欠看护移工，劳动部长柯明春伫立法院表示，将媒合过来照顾人员协助雇主等3大措施来应付。第一个，我们可能会就是媒合国内的这些照护人员来协助我们的雇主，必要的话我们就延长这个移工的一个在台年限，另外也会来请卫福部这边的长照资源来配合应应。印尼移工暂缓来台的产业冲击，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印尼移工有7成家属移工，大约3成投入产业，初步掠算影响大约300-400人。受影响产业包括金属制品、食品甲饲料制造业，影响无大，已经拟定3大因应对策协助产业界。营造业在建设的这一块是反应最大的，因为它的工资一直在飙涨，长照跟建筑的这块不容易取代。另外，印尼政府7月宣布，自明年元旦起，出国工作的移工将不再负担任何费用。劳动部表示，针对零付费政策，会等到资料收集齐全了后，再甲印尼协商。而且，劳动部也会请外交部协助，找找新的移工来援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无人机的使用范围是愈来愈宽，赵立伟表示讲，政府所采购的726台当中，有519台是中国制造的。若准这款机器有法度把资料传出去的功能，可能会引起资讯安全危机。行政院刘所进昌也下令讲，要求各部会要来进行调查甲换新。无人机的用途，咱会哪普遍为空中翕喷农药，甚至国土甲水资源切勘等等，拢会当使用。也安尼，若是民间商业用途，政府各部会也拢有备。也毋过，民进党立委何兴纯出示数据显示，政府买的726台无人机有519台是中国制，比例达到7成。若是有数据传输功能，恐惊会引起治安的风险。NCC 负责是通讯传播这一块，然后关键基础设施。如果有相关的治安议题，我们都是可以用检测方法去处理。对，电信技术中心已经告诉我们，它检测的部分相关机关所采购的中国制的无人机，确实有治安之疑虑。有一些。了解中国制的大疆无人机会被大量使用，主要是伫介绍优惠。NCC 主委讲，经过检测，中国制的无人机确实存在治安疑虑。随着进入5G 时代，通讯网络传输使用将更加普遍。台湾无人机协会认为，长期来讲，政府应该支持国内注重自主研发无人机。透过这个通讯的节点，给它做一个中断化，技术上是比较没有治安疑虑的。一架无人机上面大概拆解成几个子系统一个是影像图传的部分，然后有这个飞行控制器导航的部分，还有一些云台等等。如果有一些政府资金的一些挹注的话，我们整个发展的时程可以大幅缩短。根据日本特别新闻指出，日本政府规划为明年度起，要将各省厅的无人机大约1000架陆续汰换做高安全性的日制新机种，亲像这次汰换中国制的无人机，台湾什么时阵做？行政院刘所进昌责成副议长沈荣珍要求各部会赶紧抓算汰换。另外，非法厂商使
用无人机也要规范证明无治安纪律。记者综合报道。中天新闻台换这条无通过了后，这52台为有真侪媒体想要来使用。公共广播电视集团就调开说明会来回答外界疑虑。目前拍算甲公共电视4个新闻性节目甲纪录片，放去华视新闻资讯台播送。华视的总经理也强调讲，华视新闻资讯台是有新闻执照的。让各位看到，我们当仁不让。一个月点出公共集团争取52频道的态度，中天新闻换照案件，11月18做出决议未用换照。主会陈耀祥阁建议系统业者考虑公共集团公司董事会开会决定推动组成筹备小组争取。我们的岛独立特派员，还有记录观点，还有话好说，还有南部开讲，好，所以我们也希望提供这么好的优质内容。跟华视新闻资讯台一起合作，争取进到这个新闻区块。目前规划公司4个新闻性节目加纪录片、纪录观点会放伫华视新闻资讯台放送。未来要搁较侪节目合作，各家媒体针对华视新闻资讯台是毋是有新闻台执照，甲被 NCC 点名是毋是有违反中立原则，抑个公共集团抢进商业电视台频道是毋是适合这议题提出质疑。我们在101年就已经申请导入新闻资讯台的变更执照了。从商业系统台这部分来讲，是一个在商言商的，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新闻台在争取嘛，所以我们只是争取中之一。中天新闻台执照会伫10月9期空出来52频道会优先人气，除了公共集团以外，传出也有环虎、三条财经、镜电视等真侪间媒体有兴趣。目前中天已经申请加处分，到时阵法司法院无针对加处分作出准驳，52频道有可能暂时正做空屏。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前12年的桃园航空城计划，今年正式进入到招商的阶段。下晡也举办桃园航空城产业论坛，也邀请到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来演讲。郭台铭是认为讲，航空城计划会当参考南韩，用机场做中心，打造完整的产业链。3、2、1，请签署。鸿海集团旗下3间公司永龄基金会、金鼎 KY、准时达、甲车里欧汽车百货、台湾欧式巴11间企业，甲桃园航空城联合签署 MOU。市长陈文灿表示，桃园航空城计划咧做地主配地意愿登记，有90%成以上居民选择配地，佮强调先起后迁的原则，按算至04年完成搬迁甲摕到土地。今年11月9号开始进行土地配地的登记，一定会超过90%以上的地主选择配地，甚至会到达9%。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真支持桃园航空城计划，不止旗下3间公司计划投资，永龄基金会旗下永龄生机也直接作为一个生机研发基地。佮认为桃园航空城有正做自由贸易区3大条件，应该适用自由贸易港区条例进一步发展，佮附加价值出口型产业，佮具体提出多一寡政策爱绑定。金融法令相关的松绑，人才税务的放宽。有助于吸引这些优质企业和人才。自贸区需要规定雇用60% 的本地劳工限制，是否可以再放宽？陈文灿表示，占地3万坪亚洲矽谷创新研发中心面立伫青埔区动工，会起未少高科技产业进驻。暗过航空城市专台上大区段征收案件，分2期进行，其中第1期差不多16367人被迫搬走。桃园市政府表示，补偿金为432亿，各增加236亿，车迁补偿金总共提悬55%，补偿金上悬。暗过部分地区继续争取6月区段征收还未定限，最后。体力路争议真济，桃园航空城计划是不是因成功变数未少？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地检署伫顶个月30，搁再去乌客家工业区内8个所在，发现土内底有原有带露地石。台南市环保局表示讲，这寡露地石是一种再生材料，照规定会当重新再利用，毋过袂当摕来囤涂骹，也来确定讲敢有符合使用规范。伫客家一个去用检举的所在。怪手才乌2-3米深尔，就出现甲原本土肉无共款色水的土。环保局认定是路渣，毋过毋若是只只，另外一个所在嘛共款有乌着。
台南地检署顶个月30侦办客家落渣的案件，伫客家工业区瑞兴业段61-240地号，屋内拢有发现落渣。明显目视那个表面就已经有炉渣的地方，那我们针对其中的2块地进行开挖，那开挖总共2块地挖了8个点，那确认的深度大概有使用炉渣的这个数量深度大概都大概1到2米左右。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初步判定，这炉渣是属于再生的原料，照规定会当伫工业区内底铺路，不过袂当乌白台，因若深度甲使用的状况，敢是有符合再利用的规范，会搁甲经济部工业局来确认，接受办理相关的裁决，嘛会要求乌白台炉渣的人，爱来甲炉渣移除处理好势。违法是一直违法，因为从100年的2月初咱开始就是工业企业不拢袂当买炉渣啦，袂当买钱啦，拢100年以后才大啊。台南地检署今年9月30，伫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的土地，针对5个点来挖，确认炉渣使用的情形还有数量。11月30是第2届挖。环保局强调讲，这届调查对查清楚客家工业区土地使用炉渣的情形有帮助，后手嘛会继续确认敢有符合使用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就建商为着要吸引人客来甲因买厝，就甲1楼店面挂一挂模仿别人店家的扛棒，卖事是未来会变做闹热的鸡仔同款，甚至建商阁挂医学美容广告，刷去互民众检举。卫生局查到到地讲，认定因毋是医疗机构，刷挂这款广告已经违反着医疗法，上悬会当罚到25万。规排透天店面1楼看板拢已经挂好，看起来有超商饮料店，也阁有手机通讯拢总有。毋过详细看，看板甲知名饮料店，而且厂牌超商毋是差一个字，就是看起来亲像，后面就是看甲不飒飒。建商的迄类啦，要卖出的噱头啦。想说总会开店很好啊，很方便很便利啊。结果是骗人的。毋那店面根本无做生意，看板也拢是仿的。这是台中南屯区岭东科大附近的建案真济，有的当咧起，有的已经起好未完。附近房仲业者表示，附近房市真竞争，建商想要营造生活机良好，未来有加做商店街的实力。交通的部分跟就业的部分是岭东这个地方的2大特色，要塑造出我们未来这边的消费能力是一个很好的状况，那这边的店面也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效益，这样子。房仲分析，以往南屯区被看作是偏远地带，也毋过将被分区设立，带动房市需求。加上我近国道1号甲快速道路，房市先高价大约落地每平22至23万。头一届买厝的人入手较简单，也带动房市竞争。伫南屯区另外一处的新建大楼1楼是挂医美诊所的看板，也毋过已经违反医疗法。非医疗机构不得使用医疗机构的名称，那违法的话就处新台币5万以上25万以下的罚款。台中市卫生局校长查晓要求业者摕到看板，也将对建商进行开发相关的当罚25万。为了刺激买气，业者配无进出，也毋过消费者买进前也是爱冷静判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伫台中坐公车犹太有新制道路，正是限定讲台中的民众才会当有坐公车10公里以内免费，10公里以上上济甲你扣10块犹太。不过这个规定也就是爱徛名登记，也就爱去柜台办理。有的民众是嫌讲真麻烦，爱加走一逝。西屯区公所开10个柜台，要营养12月初1开始的台中市厢式公车市民限定的白卡作业。今天来这边办这个卡，还要花多久？4分钟不到吧。下到大约3点半，办卡的人比柜台人员较少，民众平均10分钟就会当完成白卡作业。也毋过有民众质疑，亲自临柜办理白卡作业伤麻烦，为什么袂当使用原先已经绑定雇主的回拨卡？那因为当初华博已经设定是台中市民，我不知道说为什么还需要再办一次。台中市厢式公车优惠绑定卡片的作业，伫12月初1正式开始。民众若讲伫线顶先申请，临柜时会当加紧速度，也是到现场用手机扫 QR code 写完雇主办理。因为头一天开办的人并无多，第一线上班真烦恼，大家会钱伫月底来办理。我们一天人力大概应该要15、16名，应该是跑不掉。
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学生伫校园内都会当绑卡、健路卡直接系统注记。另外，一般市民也是市民的新住民配偶，拢会当伫各区公所、户政事务所、图书馆、集分站、甲市府大楼等95个所在完成绑卡作业。人潮分散，应该较袂造成办卡点人伤济问题。现在7600，再晚一点还会更多。要区分每个人只有1人1卡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我们当然鼓励民众啦，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过卡动作。台中市交通局解释，无采用记名式回拨卡直接移转绑定，主要是有系统整合确认身份上的困难，也请民众提早申办，才会当伫明年1月初1市民限定双10公车优惠上路了后，享受台中市民专属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位越南移工洗头路了后，才发现讲家己有新啊，去到病院检查，才发现讲家己无加入健保。根据规定，头家共请的时阵，就要甲移工投保。为什么会发生这款的问题呢？咱做回来关心。伊是越南移工黄世温，来台要2个月时，刷伫换头路的浪棚，发现家己有新啊，要去病院做检查，才发现无办健保卡，互伊即马唔知影要安怎。tôi qua bên Đài Loan cũng không biết là mình có thai nên bây giờ và tôi cũng không biết là tại sao mà cho đến bây giờ tôi vẫn chưa có thẻ bảo hiểm y tế. Nếu tôi có đi khám tôi cũng phải tự túc bỏ tiền ra. Giờ tôi mong muốn là cho tôi được về nước Việt Nam nhanh để tôi sinh. Nếu mà để bầu to quá thì họ không cho lên máy bay. 黄世温今年9月初才来台湾，隔离煞了后，就到台南猫咪工厂来食头路，不过无适应，干那做个外月就死头路，等待转换头家。这一时才发现，大巴肚已经5个月啊！落尾是透过天主教黄文雄神父这边安置，才发现伊哪会无健保卡。我们有跟地方劳工局联络，那我们也有跟卫福部联络，然后我甚至到劳动部联络，他们说他们没办法。那现在目前是我们办公室这边帮忙他，我们这边支付他所这个。健康检查或是那个安胎的这个检查。到会这期，一般移工来台湾，头家请着人爱随体因来办健保卡，那会食头路超过1个月，拢无处理，嘛唔知影问题是出伫对。移工进来之后，入境15日内要办劳动部的聘雇许可，那也要向移民署申请居留证。那一般到移民署这边去临柜申请居留证，应该很快就可以拿到居留的证明。那拿到居留证明之后，可以再去跟这个健保的单位去申请健保卡。那通常如果是用邮寄申请的话，是5天到14天左右，应该是可以拿得到。所以正常状况应该不会超过1个月可以拿得到健保卡。劳动部嘛对黄世温的情形感觉真意外，问健保署了后，确实有查到伊过去做受投保，不过洗头路了后就发现有新，伊本人则想要转去越南来生囝，但拄到越南办事处有真侪疫情的相关规定，只好豆豆来等回临机，若无法度转去故乡，这种就是爱合法踮台湾留超过半冬，才会当来申请健保卡。另一种就是爱找到新头路，才有通马上投保。对有心的黄世温来讲，这可能拢唔是伊愿意的结果。记者陈嘉文、林玉凯、桃园报道。路头厕所是出外人常常碰到问题。交通部观光局伫景点成立照门站，其中太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佮邀请在地店家做主角来拍宣传影片，希望民众来到东港这若碰到问题，唔免歹势，照门一个问题就解决啦。来，对面有一家很好吃哦。影片当中，一个一个亲切的笑容，是出外旅游的时拄到困难上好的帮衬。现代网络甲交通拢真发达，游览的形式已经无限制伫队团游览，真侪人介意自由行会当随时变换行程。不过自由行无导游，若拄到问题，就爱家己想办法处理。所以观光局就成立，让游客会当照问一个照问站，解决游客疑难杂症。观光局成立借问，有些人会比较不好意思嘛，那有个指标说啊，这边就可以让你借问，啊，怎么有好吃的好玩的好买的东西啊，都可以来。
毋敢若是找无路的事，会当来问看爱对倒位行。是只连手机也无电，无网络通好联络朋友，想无要食啥时，借问站拢会当斗3工。虽然有遮尔好的服务，毋过真侪游客毋知影。所以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拍一支影片，邀请在地亲切的店家做主角，行销大东港地区的借问站。一方面也是我南部人，他就是他的特点就是热情。广告当然用意就是也是希望让人家知道说，哦，这里有这么优质的借问站。品管处毋望透过广告宣传，毋敢若是互民众知影，拄到问题会当找借问站斗3工。若邀请大家去佚佗，就算拄到问题嘛免歹势，随时会当借问一个，感受东港的热情。记者综合报道。唔知恁敢有去过一定爱用讲台语才当买物件的市仔咧？无论是食的、啉的，也是日常用品，一定爱讲台语，头家才要赔互你。这就是新店宝基囡仔区所举办的台语市仔，咱俩做伙来看卖。你要睇下，这是豆泡。唔豆啊，有无豆奶啊？嘿，你好，请你讲台语哦。头家专心小改家己做的胖，囡仔嘛是用台语来用。另外一边是两个少年人设计台语文创商品，无论是锁匙杆啊，还是帆布袋啊，顶悬全拢是印台语文，还有罗马拼音的卡片，互大家轻松学台语。一方面会当练习，因为我的台语嘛毋是真练得，啊，互大家迄个熟悉迄个环境啊。不管你是讲台语还是客语，你应该是会使你家己的语言再来生活当中，包括伫市仔内面安尼。啊，咱嘛知影讲，其实足侪，咱即摆有足侪活动，伊拢讲母语的什么活动，毋过母语变做拢是舞台面顶的一个表演的语言吼，就算讲是比如讲本土语言的一寡比赛也好，啊，所以咱希望讲，咱嘛毋望讲，甲母语讲转来，即个代志是会发生伫各种场所、各种所在拢会使。因为日本时代迄个时代，就厝内是讲台语，所以你看，要去好好讲语。嘿。大家遮无论大人囡仔，拢用台语开讲，现场嘛有人用台语绘本讲故事，互囡仔听，互囡仔学讲台语会使更较自然。园游会介济啊，讲台语的园游会则少，啊，这来后囡仔学一个台语，卖大汉拢袂晓讲。平常时敢若伫厝的，无得参加活动时有咧讲台语尔，平常时拢无机会，而且伫咧市集内底有足侪活动，啊，都有足侪甲朋友互动的所在。因为那是即摆我要讲台语，是我足困难的，因为迄个字足侪，我拢讲袂出来。但是因为迄个故事伊有一个情境，嘿，啊，伊会当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新德母语囡仔群是对一日妈妈发起的社团，因希望唔那只是教囡仔讲台语，更较爱创造一个环境，互囡仔真自然地使讲台语。记者刘君豪新德报道。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17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